随着音乐课苏醒专业的演奏加乐器的小解，就是要让台南应用科技大学、乐龄大学的长辈，你也有兴趣嘛，拢会当来学习。开始介绍持续到你内部甲外界两个体资源，特别伫这一档外来，互学员对70几位倍数增加到500-200位，真无简单。18号学员伫德功能中心透过113学年度的成果发表会，除了有静态手工编织甲抓泥的缠绕画，也有动态舞蹈、歌唱等在地表演，会让看出大家向心力甲快乐学习，将每一摆演出全力以赴，收获满满。同学来到这边，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健康，要有活力，要快乐，要有良好的学习环境。所以我们这边同学都非常的活泼活络所以相处得非常好。觉得说来这边可以学习到我们之前只是家庭的生活除外，可以学习一些技能才艺，而且多广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所以我是觉得来这边受益良多。去来这边最主要是交朋友，然后呢，让生活有趣味性，那至于能不能学到精，我想呢，这个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，那因为我这一方面是我们继续努力在做，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有很多人呢就特别的感兴趣。我举例来讲，今年我们2月新招的班。有5位是从嘉义来的。校长杨正宏嘛专程到场为学员代表颁发结婚证书，强调该校善尽社会责任，开放大学的资源，就是鼓励长辈行出来交朋友，还是体验新的知识。学校应该善尽社会责任，尤其是学校有艺术学院，我认为这一个部分可以开放让乐龄的那艺术学院里面有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流行音乐系，我想这些。对乐龄的来讲，应该是很好，尤其是台南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城市。那如果有一所大学可以把资源开放给这些民众来讲，这样子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变成有益的城市，我想应该有很大的帮助。台顶不管是编舞还是音乐，拢是长辈家己所一手包办，呈现伫大家感情。除了呈现活力甲自信，嘛早互大家上界真实的感动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